好多人問我，喂 Man 咯，你同你太太感情咁好，係咪因為你識得去互相遷就、互相忍讓？我會答咧，錯。其實咧，我哋好少遷就對方嘅。咁市面上咧，可能好多愛情嘅雞湯教你，要為咗改變對方，要忍讓，要磨合。但係我認為咧，如果你要靠不斷去改變自己去維繫一段關係咧，其實呢段關係咧本身就係有問題嘅。今日咧，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套咧有啲反傳統，但我認為咧係更加長久有效嘅婚姻經營哲學嘅。第一點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嚟嘅，就係容許對方做最真實嘅自己啊！其實好多夫妻嗌交咧，都係因為想對方改變自己，成為心目中嗰個樣啊！老公唔中意老婆做呢樣嘢，老婆唔俾老公做呢樣嘢，結果大家咧就戴住個面具去做人，其實好辛苦㗎。但係我同我太太共識係咩咧？興趣可以唔同，唔緊要；喜好唔同，好正常嘅啫。如果你想去打機行街，你咪去打，你咪去行咯。我想睇書嘅，我會睇。我哋唔需要強迫對方去參加自己嘅興趣，但係我哋會尊重對方擁有自己，做自己想做嘅嘢，同埋有自己嘅空間同埋時間。做自己，我相信係一個感情入邊最重要嘅元素嚟嘅。尤其是如果你想一段長遠嘅婚姻關係咧，你要明白到呢段婚姻長則可能幾十年。咁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幾十年入邊，如果你都唔可以好輕鬆咁做自己咧，你會不斷覺得同對方相處好辛苦啦，好唔自在，好唔自然。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想同對方去一個長遠嘅相處嘅話，你要明白你要俾對方同埋俾你自己做到你自己最舒服、最輕鬆過嚟咧，呢段婚姻先可以行上去。我認為最好嘅感情應該係吸住對方，而唔係綁實對方嘅。當你不斷努力令自己變得更加優秀、更加 charm 有魅力嘅時候咧，其實對方自然會想留喺你身邊，甚至驚你走添啊！花若盛開，蝴蝶自來呢個道理咧，其實唔單止用喺事業上邊嘅，用喺愛情上邊一樣係用到嘅。所以提升自己，令自己事業更加好啦，價值觀、身體、你嘅思維更加好嘅時候，其實對方如果同你同頻嘅話，就會俾你呢一種不斷向上嘅精神咧去吸引住。其實愛情最核心嘅理念係應該令到雙方變得更加好，而唔係變得更加差。咁所以當如果你發覺一段愛情係可以令你不斷提升，對方越嚟越中意你，佢都會提升嘅時候咧，呢段就係一段可以長久嘅愛情啦。最後，我想同各位未結婚嘅朋友去講，其實咧好多婚姻嘅問題咧係喺選擇嗰刻咧已經注定咗㗎啦。你揀另外一半咧，其實唔係要淨係睇個樣啦、家底啦，更重要係你要睇大家嘅價值觀，例如金錢觀啦，大家對金錢嘅睇法係咪一致咧？如果一個慳家，一個大使，實嘈交嘅。第二，家庭觀，想唔想生小朋友？生完之後點樣去教小朋友？點樣去對待雙方嘅父母，都係一個好重要你哋要傾嘅價值觀嚟。如果你喺呢啲大是大非嘅問題上面揾到一個同你同頻 on the same page 嘅人咧，其實你已經解決咗未來90% 嘅潛在衝突嘅。正如我所講啦，一段長久嘅婚姻關係咧，其實除咗愛情之外，更多就係生活。而啱啱所講嘅金錢觀、仔女觀，甚至係家庭觀咧，亦都係一段婚姻、一段生活入邊咧，必定會經歷嘅階段嚟嘅。如果你兩個喺呢啲最基本嘅層次生活上邊都唔可以達成共識嘅話，小交小鬧、大吵大嘈一定會出現。咁你點樣去維持一個長遠嘅婚姻呢？真正嘅天生一對唔係兩個人要完全一樣，而係兩個完全獨立完整嘅人決定一齊去同行一條路。唔好試圖去改變對方，而係努力提升你自己。唔好盲目去追求激情，而係要揾一個同你價值觀相同嘅戰友。希望嘅分享咧，可以幫到大家喺愛情路上可以睇得更加通透，可以同你嘅伴侶走得更加遠。唔知你覺得維繫感情最重要嘅元素係咩呢？留言話我知啊，同埋如果中意呢段片嘅，記得 like，亦都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下次見，拜拜。